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你有算过无？咱逐工会用掉几个塑胶袋啊咧？塑胶制品对环境、对人体的危害，是最近这几年来全世界拢真关心的议题。为着要让塑胶袋啊，唔那只是粪扫，台湾有一群自称是废青的少年人，把回收的塑胶袋啊，重新设计，变成做文创商品甲艺术品。像台南市政府第一届伫咧山南之间举办的艺术的祭典——空山祭，这群少年人都用7000外回收的塑胶袋啊，做一个超大盖的蜘蛛网。废弃的塑胶袋啊，透过因的骹丝甲骹手，展现全新的生命。在充满热意的光风中，有斗真热灯，为本来真少人来台南农家注入一股奇幻的气氛，嘛替这座好兴山公园开一道艺术大门。长长的草楼梯，角落甲树仔之间，一领五花杂色的蜘蛛网，为眼前的山林点出活泼的气氛，嘛袂输是互人走入艺术的神秘世界。这里是台南龙旗光节空山祭，招来艺术家帮整座公园点缀，而这个像是蜘蛛网状的装饰品，全部都是利用回收塑胶袋制作而成。绵延300公尺长的装置艺术，晚上一点灯立刻染上璀璨色彩。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就会想说，那塑胶袋的结构它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网状的想法，具透明感，然后加上它很缤纷。那所以其实它在不同的一个袋子连接起来的感觉，一个很大型的作品的展现的时候，还蛮可以有白天透光跟晚上发亮的那种特殊的氛围。拍日回灯光点亮山林的宁静，空山祭是台南农家头一摆举办的盛大艺术祭典。这座艺术家联手布展，为农家地区带来40年来上济人潮。其中展现环保概念的作品《团结织网》，就是艺术团体废青不废的创作，总共用古话话，使用将近1000个回收的塑胶袋啊，加做一条一条了所编出来。就是看到就觉得哇，好美，这样就是觉得很有艺术。为什么塑胶袋它们就是一个我们提的袋子，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不但是艺术的呈现，它更重要是回归到就是民众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作品很多是跟社区居民一起的共创。那本来这些塑胶袋有可能就烧掉了，或者是它跑到了海里或者是土里。那我们希望它可以再度被你使用，然后或者是你家有什么开幕啦，我就说你不用去买彩球，你自己做。挥之不去，看起来上正美的塑胶袋啊，换上新装，变成艺术的祭典中上有创意的艺术品。工作室内面，桌仔顶、茶几仔顶，放真侪回收的材料，想要变出空山祭大型的蜘蛛网，都要真侪人接力才有完成。就是一直去绕，然后大概打个6。废青不废的创办人杨凤仪，读的是艺术管理，本来是做美术行销工作。2016年，伊去一座离台湾4000公里的青藏高原，和伊的人生有无同款的改变。我觉得人当进入到一个更大自然、很壮丽、壮阔的环境之中，你就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然
然后也会感受到，我们要更就是知道说怎么样让原始的美好状态可以保存下来。我们都发现，其实把废料变材料这件事情很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正向的鼓舞力量。当你有正向之后，环境永续的议题，它才有能量去谈论跟一起参与。伊虽将头路石雕做环保艺术的创作，废掉的塑胶搁利用，变成杨芳仪的设计中心。伊串联艺术家甲设计师共同发想，让这个废物不废，更加有全新的面貌。包括因卡名双手废掉的塑胶袋啊，卖使做出细型的香菇、蜘蛛，甚至80公分长的糖。有这样子就是大量生产的产品，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不用太多的钱就可以花，就是使用到这些东西。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价值是我们也要守住的，就是对于生活的素材资源，然后这些资源一直不断的被消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就是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其实在这整个创作过程是一直要不断去思考这件事情。将草塔仔切割做一片一片，再搁详细修剪到1公分大小，慢慢加出伊的形，手艺真好。再来，搁替这草塔仔擦成抹较巧的色料，变成丝行鱼膏。3年多前就得到了1包软木塞，然后就想说，那我可以用这软木塞来做一些什么？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爱漂亮，做出来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然后就想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买饰品，然后其实去买东西还不如就是用废弃物来做创作，其实戴起来还蛮特别的。因为既然收到草塔仔当作礼物，开启了伊环保再生的艺术创作。杨顺义3年前加入废清不废的工作室，为了推动塑胶再生，嘛创立家己的文创品牌，用回收的草塔仔做饰品，加入去市集摆摊。其实废弃物它可以，如果你有不同的创意，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发想，它其实可以一直在被利用。一开始他不会知道这是软木塞做，就觉得这东西还蛮好看的。然后我跟他讲说，这是软木塞做的，然后他们都会很惊讶。大家去思考说，其实废弃物它其实有其他的功用，不会一下就把它丢掉。33岁平武红嘛是废清不废的成员，做舞台设计，伊将回收的塑胶袋仔创作搬上舞台，为布置道具和服装打造出伊的异想世界。概念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在做招魂的道士，它其实在招魂就是一般民众抛弃的一些一次性的塑料袋、垃圾，然后就是他把这些塑胶魂全部都招回来。我们是穿过了这种抛弃式的雨衣，然后加上一些胶带啊，还有一些废弃的塑料袋做装饰。像背后也是就是用一个破的塑料袋，然后我们做出一个就是八卦的符号这样子。拍倒塑胶怪兽将环保概念结合故事，除了用舞蹈表现出来，嘛变成巡演的素材，为环境教育深入校园定根。其实我们演出集一直在想要诉说，就是一个2次利用、再次利用、能够重复使用的概念。所以我们的舞者身上穿一些塑胶袋，其实在本来的状态是它还是可以使用的。就像那个塑料袋的发明者，他其实本来的他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这种轻便的东西能够一直重复的使用。其实也是在自己创作中被自己吓到，因为就是早期的创作，因为一直都是用全新的素材来制作的，那制作出来就发现我这每一次的创作都浪费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就是回头看过去，发现我一路上使用不少的东西，然后也丢了不少的东西。我觉得对环境的愧疚感其实是驱使我一直在推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这样子。台湾每一年用165亿个塑胶袋仔，全世界一年用5兆的塑胶袋仔。塑胶本数进入海洋，咱的地球环境正受到危机。这热情热心的6年级生，因拢看到，并且化为具体行动。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创作者或是艺术家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当中，希望就能带给大家这些影响。就它不是一个工作，它是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重视的价值，或是我们想要推广的一件事情，然后进而去影响他人，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所谓的不废的价值，他就会觉得原来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它可以再被使用，然后它可以把那种很废的心灵去做转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希望环境永续的议题，可以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它。对。就算手握甲真阿残，也过因同款秉持信念，用创意和废塑胶有新的生命，重新定义废材再生的概念。这阵新创的少年人，才在用艺术价值和环保的新革命，点点地伫你我的生活中持续发生。